Hello，大家好，我係香港理工大學嘅 Michael。香港同其他經濟一樣，面對緊人口老化嘅挑戰，係咪一定要由政府嘅政策去解決呢個問題呢？今日我哋介紹一個平台叫做 Papa.com， 佢係一個將長者同一啲可靠夥伴，我哋叫佢哋做 Papa 夥伴或者 Papa Pals 嘅配對平台。呢個平台可以幫助長者去面對林林總總嘅問題，譬如孤獨感、缺乏支援或者解決日常生活嘅困難。今日介紹嘅呢個平台會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話到俾我哋聽咧，點樣將人口老化呢個經濟問題轉化成為商機。平台嘅創辦人 Angel Parker 親身見證到好多家庭要喺昂貴嘅全職護理同埋冇可靠支援之間作出選擇。憑著 Angel 喺醫療科技方面嘅背景，佢意識到社會係需要一個價錢相宜又可靠嘅解決方案，去幫助長者去處理日常雜務、科技問題同埋社交需求。咁就誕生咗 Papa Pals 嘅概念。呢班夥伴富有同理心，同埋經過審查，可以為長者提供實際同埋社交支援。Papa Pals 成為咗一個完美嘅中間方案，提供長者最需要嘅真誠人際關係。喺2017年 Angel Parker 冒咗一個好大嘅風險，佢用自己嘅積蓄$15,000喺美國邁阿密創立 Papa。佢由8個助手服務25個長者開始，公司好快就證明咗自己嘅價值，由一個細規模嘅本地服務企業發展成為全國性嘅運動。今日 Papa 已經有超過25,000個富有愛心嘅助手，喺美國50個州為長者提供重要嘅支援服務。平台嘅 Papa Pals 或者我哋叫嘅 Papa 夥伴，提供陪伴，帶領住長者參與唔同豐富嘅活動。呢啲夥伴協助長者處理日常任務，譬如購買日用品、買餸、攞藥同埋煮食。呢啲夥伴亦都友善咁指導長者使用科技，幫佢哋同朋友保持聯繫。另一方面，呢啲夥伴提供可靠嘅交通服務，細心咁陪同長者出席唔同嘅社區活動。佢哋靈活嘅支援服務令長者可以獨立生活，同時令家人安心。Papa 嘅商業模式主要係善用零工經濟，為長者提供咗平、靚、正嘅陪伴服務。佢嘅夥伴都係經過嚴格嘅篩選，組成靈活嘅團隊，令 Papa 可以提供個人化嘅優質服務。呢個平台同時間提供會員計劃，令會員可以享受優先服務同埋優惠。呢個計劃可以幫手建立穩定嘅收入，同埋保持一定嘅靈活性，而額外嘅服務可以按次收費。Papa.com 係一個人工智能驅動嘅長者護理平台。佢哋用嘅科技其實改變緊長者接受居家支援嘅方式。首先佢哋嘅預測排程算法，通過分析數據嚟到預測需求，亦都好有效咁部署 Papa Pals， 將長者等候嘅時間減少咗 45%。佢哋嘅智能配對系統利用機器學習去評估超過20個因素，包括語言同埋興趣愛好，為長者配對最合適嘅 Papa Pals。另外，通過持續嘅監控同埋分析反饋，人工智能亦都可以確保每一次嘅探訪其實都可以提供一致嘅優質服務。同其他平台一樣， Papa 其實係建基於強大嘅網絡效應。每一個新嘅用戶其實都為生態系統入邊所有嘅參與者帶嚟更加大嘅價值。呢個效應為業務帶嚟加速嘅增長同埋服務改進嘅循環。更加多嘅客戶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尋找工作機會嘅 Papa 夥伴而更加多嘅 Papa 夥伴可以為客戶提供更加好嘅服務，包括縮短等候時間，
從而可以帶動平台進一步嘅成長。呢個平台唔單止提供陪伴嘅服務，其實仲產生緊連鎖效應。一方面改善長者嘅健康狀況，同時建立社區嘅聯繫，亦都可以創造經濟價值。首先，呢個平台嘅運作可以為長者帶嚟更加好嘅健康效果。通過出院之後嘅陪伴同埋藥物支援，其實可以減少長者嘅住院嘅需求。另外，平台其實可以加強社區嘅聯繫。平台其實為學生同埋退休人士創造靈活嘅工作機會，呢啲係可以改善同埋建立跨代之間嘅關係。最後，平台嘅運作其實創造緊正面嘅經濟價值。平台每一年其實可以幫手節省醫療開支，同時間亦都創造工作機會。呢啲因素可以改善本地嘅經濟發展。上述嘅外部效益展示咗呢個平台嘅創新模式，其實為個人、社區同埋醫療系統帶嚟正面嘅價值。Papa 嘅人工智能配對嘅算法其實每一個月分析咗超過100萬次嘅互動。呢啲分析結果可以改善長者同夥伴之間嘅配對。一方面可以帶嚟更加高嘅滿意度啦，另外亦都可以令到兩者之間嘅關係可以改善。其實隨住網絡嘅擴大，Papa 可以利用更加多嘅數據同埋規模經濟，最終可以為客戶提供更加好嘅體驗，而同時間可以減低營運成本。